没？再看看你的左手边的 camera on the left。还有谁没有拍到 ？Anybody else？ 可以转个方向啊。还有我的爸爸妈妈，而且我妈刚才在 FaceTime 这件事情，我有点说哇，怎么会这样？而且在我们家的背景，我就说哦，现在我妈应该在电视前面看这个东西啊。Yeah, so I love you, Dad. I love you, Mom. 然后还有一路支持我的粉丝，还有所有身边朋友，从我什么，因为其实这一年半以来，真的是很多事情都发生得很快，然后其实从一开始就有很多支持我的family 的朋友 ，so I love you guys, thank you。其实这个影响是很自然的，因为我以前我妈妈会带我去出差，然后去工作，我就是在后台玩，可能打我自己的电动，但是其实在彩排的时候，我都会看她怎么去在这个演艺圈生活，然后所以我其实逐渐也理解了这个圈子，然后也对音乐产生了兴趣。然后我爸爸的部分，因为我爸爸是个摄影师，所以他对美感这个东西非常重要。所以那时候我说我在念影像的时候，我想要自己拍自己的 MV。那时候我爸觉得，你怎么拍这么差？我拍前面几个，我自己已经觉得很厉害了。我爸说 This is not good, this is not good。然后我也因为这样子不断去进步。然后其实今天我在影像的要求也都是因为我爸爸。So I love you, Dad.